幾日冇講波啦，咁通常咧禮拜六禮拜日晚咧特別多英超波打嘅。咁我哋今日嚟講下英超，主要講曼聯添。咁係咪因為咧呢個世界咧開始捨棄啲教條捨棄啲 doctrine 咁咧，魔鬼紅魔鬼曼聯就翻嚟咧咁真係不得而知啦。咁就今晚唔係 sorry 係尋晚咧就紅魔鬼曼聯咧就連續4場咧贏波而家就好似穩守喺英超排行榜第4位好似好穩陣喎。咁係咪代表咧佢來季咧好有機會打到歐聯咧咁當然啦，如果佢繼續係咁贏嘅，分分鐘仲有第3添啦咁而家其實就2月中啦，接近咁好快脆就到季尾㗎啦可能4、5月咧又會知道咧邊個係英超冠軍㗎啦如果來季紅魔鬼打返歐聯都好嘅起碼即係嗰啲紅魔嘅粉絲咧就等咗好耐啦跟住咧又啲波衫咧即係紅魔嘅波衫又好賣㗎啦。OK。